次喺回家嘅路上，走過一條直直嘅街道，沿途一個人一邊行，心裏邊一邊諗住生活上面嘅不如意所幸嘅。我抬頭望天，原來天色早已昏，我嘅心情亦都係一樣。當其時我喺度諗，到底我當初對你嘅承諾，我仲有冇能力可以兌現？嗰日回家嘅路覺得特別長，真係好長。究竟幾時先可以行完呢條路？當厭倦你美如今沒法預期，能否再往前飛？填下你的一切意味。人生就好比一場屬靈嘅戰爭，我哋就好似每一日被派出嚟嘅戰機一樣，喺天空上面爭戰。當我哋子彈耗盡、能源都耗盡嘅時候，喺我哋腳下一片光潤嘅大海，我哋見到有一艘船，呢一艘唔係普通嘅船，呢一艘係一艘航空母艦。我哋降落去，我哋加油，我哋補給，然之後重新再出發。呢一艘母艦，呢一個平台，呢一片樂土，就係我哋嘅樂意地。當降落到這地，如今終可鬆口氣，重新預備行李，渡過所有樂與悲。各色思念，這麼並我前面，仍是上場處考驗，人令我超過終點。今天再不下雨，心中待你猜見，憑着每個信號找到最好。所有樂與悲，一天各色思念，這麼並我前面，仍是上場處考驗，人令我超過。